一千人數少，第20節按樣講到，係使要注意反應，最得到快樂，係嚟使要相信上帝啥。最快樂嘅人都係相信上帝嘅意思，要遵從上帝嘅命令，遵從上帝講出嘅話，係使要做嘅話去行，切家都要得到快樂在社會裏行到。嗱，係講切家喺社會裏行要做上帝嘅話，要遵從上帝嘅話，要相信上帝嚟講，切家喺社會裏都係最快樂嘅人，因為寫係快樂都係從上帝嘅來嘅，從自己心度裏嚟。你世間嘅快樂，思想咪切家灰心，咪切家腳心，咪切家擔心，因為你世間嚟嘅快樂唔係真嘅，唔係永久嘅。但係你從上帝嘅嚟嘅快樂，都係永遠嘅快樂，因為上帝本身嘅快樂唔係切嘅反義講，得到最好，得到最快樂，係尊上帝嘅人，係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